咱再来看劳动部长洪胜汉早起头一届伫立法院来进行业务报告，也毋过有劳工团体伫劳动部头前宣布讲要绝食100点钟，要求洪胜汉要回应相关的劳动议题。洪胜汉是表示讲，针对就业安定基金已经开始在检讨了，80案的调查报告嘛伫这礼拜来公布。劳动部这场百年风波探究到就业基金不当使用情形。劳工团体8日早起伫劳动部宣布要绝食100点钟，要求社运出身的劳动部长洪胜汉回应各项议题，各将霸凌真相公布出来。国定假日的修法，它的表态是什么？还有包含我们劳动政策，劳基法已经40年了，明年也要针对劳退新制的20年。但是对于这项重大的劳动问题，我们劳动部长似乎就避而不谈。同这时间，洪胜汉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，共同立委也问到劳工团体伫劳动部外口抗议，伊表示尊重表达各种声音。劳团关心的就业安定基金，伫顶礼拜已经进入实际检讨阶段。比如说增加国定假日等等，希望借由绝食让你听到他们的声音。你现在初步有想要利用这样子的场合回应吗？我自己也认为，就案基金整体的管理要朝向更监理化的方向来做检讨跟调整。承认就案基金的运用确实有调整的空间。洪胜汉承认，首要面对的也有重启调查百分数80案件。这礼拜会公布调查结果。洪胜汉表示，已经进入最后修正阶段，未拖延。那职场霸凌，如果不敢去申诉的，最后你还是不会得到讯息。我们会更强调，或更从这个无薪公务员到底他在生前他经历了什么，他遭遇了什么，重新检视跟还原。那涉外公务人员的案件，陆续也有劳法署长官也被控霸凌。洪胜汉回应，其他申诉会送到即卖的处理机制，保护真情当事人。按算设置的霸凌通报平台，在进行法制作业，未拖上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